后来镜头锁登来台湾，彰化县来公告着防疫的4大措施：第一，禁止探病；第二，强制挂喙罨；第三，出入着医疗院所都要提供证件；第四，要按照着医疗院所的规定的动线来进出。今仔日开始来实施。这彰化县嘛是全国头一个明确公告的县市，若是无照步来，依法来罚款15000块。好来，你送啥哈？我看不得。对即摆病院门口开始检卫生过入民众的目的，刷来消毒，然后由医护人员核对健保卡，确认身份，才会当入来。当然是好的，因为毕竟就是非常时期，我觉得大家要共体时缓。彰化县卫生局公告，3月13开始，病院专门禁止探病、加护病房、安宁病房，经过医师同意才除外。无挂一般外科喙罨禁止进入，爱查健保卡配合查核，爱配合医疗院所进出动线，违反规定上单罚15000块，而且是一案一罚。4项做法，我们在全国是第一个县市有做这样子的一个公告，其实也可以用视讯的方式来做这样子，可以减少感染的风险。病则就是固定，最好是都只有1个人，没有必要你一定要在这个期间你非要来探病不可，所以我觉得政府提倡视讯很 OK。目前6都探病管制做法。台北市规定陪病者爱挂喙罨，出示陪伴证。新北市同时段访客上侪2个。桃园市一般病房是全面停止探病，台中市每一名病患是限1个人陪病。台南市进出病院都爱查健保卡，若是高雄市同时段是限2名的访客。对照6都，彰化县算是上严格，虽然有淡薄仔无方便，不过为着防止疫情，民众拢会当配合。